大家睇完碧華醫教授條片之後咧，相信對學者方案咧有一定嘅理解啦。我哋而家進入答問環節，我哋好高興邀請到黃洪教授同埋黃于暢教授嚟為大家解答問題。有問題嘅朋友請舉手。嗰位戴眼鏡哥哥仔，係教授，你點肯定啊？啲大陸人啊唔會嚟香港申請攞着數先？其實我哋可以參考翻咧生果金嘅制度啦。譬如規定嘅申請者咧喺香港要有一定嘅居住年期，譬如7年咁。細節上咧仲可以慢慢商量嘅。呢個政權啊已經呃咗我哋香港人咁多次啊，憑乜嘢我哋要繼續信佢，仲要俾錢佢添啊？針對呢個問題，我哋建議要成立法定團體，成員包括非官守人士，負責監察，保證啲錢用喺老人家身上。嗰邊嗰位小姐，係多謝主持人，我係黃太，我想問下呢。與其推行全民退休保障，點解唔集中啲資源去幫助啲有需要嘅人呢？政府集中資源嘅講法咧，其實係誤導嘅，你就唔好俾政府呃啦。因為其實所謂非全民嘅方案咧，政府都係俾3230蚊你，連貧窮線都做唔到。就算慳翻啲錢啊，政府都冇應承你一定係用翻喺老人服務上邊嘅。哎呀，全民退休保障，人人有份，咁咪即係派錢俾啲有錢人咯。其實咧方案係冇派錢俾有錢人嘅，反而係收翻佢哋錢添。因為學者方案建議咧係盈利超過1000萬以上嘅大企業咧係要俾多1.9% 利得稅，即係每賺1000萬嘅話咧係要俾翻19萬出嚟嘅。有錢人喺退休之後咧都係攞翻3500蚊，所以佢係冇攞到錢嘅。同埋而家咧大概有12% 嘅長者咧係冇攞到生果金嘅，所以我哋估將來有咗全民退休保障之後咧，可能都會有5% 嘅長者咧係唔會嚟攞嘅。嗰位四眼哥哥，係你啊！撳緊電話嗰位四眼哥哥，你好啊，我係 Chris Wong， 我想問下你哋個利息到底係基於乜嘢數據定出嚟嘅？我都識講每年穩賺㗎啦，係咪先？學者方案嘅利息咧係以金管局20年平均嘅實質回報計算嘅，我哋係用2%。我哋明白咧經濟咧會波動嘅，咁所以亦都試過咧用個比較保守嘅每年1% 去計。咁50年後咧個系統咧都係有錢剩嘅。但係點解要拎我啲強積金先？政府唔可以俾全數嘅咩？喺現有嘅長者社會保障之外啦，政府注資每1000億先至可以令到所有長者喺未來50年每個月領取多120蚊嘅，所以要注資1萬億咧先至有1200蚊。如果要維持每個人3500蚊，政府咧就要喺現有長者社會保障之外咧額外俾多15000億，所以全數由政府注資係的確有啲困難嘅。另外，學者方案咧唔會好似強積金咁收行政費嘅，或者拎咗你嘅錢去對沖，而且僱員一方嘅供款咧封頂金額咧係每個月750蚊嘅啫。換言之，你將來攞嘅養老金咧一定係多過你嘅供款嘅。好，嗰邊嗰位同學仔。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杏壇中學嘅黃允恒。我想問下黃洪教授，將來如果我哋投入社會嘅時候，如果人口老化越嚟越嚴重，會唔會影響到方案嘅可持續性呢？多謝。其實根據政府推算咧，香港嘅人均壽命差唔多每10年咧就會增加1歲。如果到時候我哋嘅人均壽命真係越嚟長咧，我哋方案可以考慮咧，將呢個領取嘅年齡咧就延後一啲，以確保每個人咧喺退休之後咧都可以領取大概係20年嘅退休金嘅。哦，唔該晒黃洪教授。但係如果50年後人口推算同現實出現有差距，咁又點算呢？世界上冇萬能嘅藥方，如果到時候嘅生育率咧係下降，政府就要鼓勵生育啦，同埋吸納人才。就算有咗全民退休保障之後咧，其實我哋都需要其他適當嘅政策去配合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黃伯。我個孫咧就睇怕都係供死一世樓㗎啦。而家仲要佢哋供款，我怕佢哋覺得我哋係佢哋負擔喎。善待長者係社會應有嘅價值，照顧長者亦都應該係社會嘅共責。當長者得到生活保障之後咧，佢哋得閒會飲多幾杯茶，一樣可以促進本地嘅消費嘅。所以我哋唔應該簡單咁諗，長者係一個負擔。香港政府淨係識得講全民退保要加稅，就係想大家覺得推行全民退保會增加大家負擔咯。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咧，應該係諗辦法解決問題，
而唔係喺度淨係放大問題、激化矛盾。而家我哋學者方案咧就提出咗新嘅方向，香港人我哋一定要團結起嚟，支持全民退保，香港先至有新嘅希望。多謝教授，今日嘅答問環節咧都嚟到尾聲啦。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學者方案嘅話咧，就歡迎大家上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呢個網站。